来看300亿的中央扩大租金补贴开始办理申请哦，一直到明年的年底。这笔补贴会由中央直接汇入去民众的口座，只要18岁以上拢会当申请。另外，高雄市政府嘛配合这补贴专案，利用囤房税，针对育儿假弱势族群来增加补贴。甲相关的资料摕伫手里，再来交予工作人员看敢有漏交的。300亿中央扩大租金补贴，初三搁一届开放申请。透早营建署门口都有未少民众来排队要办理。超过65岁了，你的钱是比较少，都2万多块。但是最便宜的1万1，是帮助会很大。温无回嘛，又没有赚钱，有租政府这种政策的话是非常好。这届租金补贴唔但简化租厝申请的条件，嘛放定下用的对象，只要满18岁要租厝的人，就会当申请。新的住户是随到随办，旧的住户唔免阁申请。租厝契约免厝主的身份证号码，中央拨款直接入口座，无细节甲地政资料会当用册格的方式来处理。另外，高雄嘛增加开办幼儿租金补贴，甲增加租金补贴。如果有一位12岁以下的子女的话，那就是等于说加码再给4000元。如果是2名的话，那就是加码8000。那3名以上的话就是12000。如果是4.3以上一直到这个5万以下的话，那这个区间市府这边也有加码。高雄市都发局表示，这届是运用囤房税增加开补贴，目前已经伫咧领300亿租金补贴的民众，唔免阁提出申请，会由内政部去年的资料带入。那新的申请户会当用网络、邮局寄甲现场申请这3种方式。那幼儿租金补贴，只要是中央300亿扩大租金补贴的核定户，都发局嘛会主动通知，卡入拨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